这是一尊4至6世纪的红陶彩绘佛像，通体以红陶塑造，表面是以彩绘，虽历经千年，仍可见其残存的色彩痕迹。佛像头戴高冠，面容端庄慈祥，双手于胸前结印，衣饰纹理清晰，自然流畅，展现了当时雕塑工艺的高超水平。其结跏趺坐姿势稳重安详，衣褶线条富有动感，体现出雕刻者对人体结构与服饰质感的精准把握。整体造型融合中原与西域艺术风格，反映出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艺术演变。这尊佛像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珍贵遗存，也为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与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。